囡仔使用网络的状况，家长就要特别注意哦。就这个网络内容安全的机构伫咧统计，讲这几年呢，这儿少性影像泄露出去案件，逐年拢伫咧增加。去年上报有237件，以绩效做线工防诈骗占了大部分。那国卫院也发现讲，这网络性影像泄露霸凌事件会害绩效去治疗忧郁病、自伤的风险拢提悬，所以家长就要特别注意。 网络社群媒体发展交换信息利便，但是根据网络内容安全防护机构 iWin 的统计，儿少性影像外流案件逐年增加，因收到的通报数量为2018年只有8件，去年提升到至少237件。关于以做线工互人诈骗占大宗，情感问题排第二。那是不是只有237件？其实我必须要说，绝对不止，因为我们的同仁有接到 伸出一些电话来，他只是询问之后，但他没有提供网址，所以我们忧心的是，他实际的案件数实际上高于这个部分。性影像外流问题唔来影响儿少的温书，艾文发现也可能致使儿少网络霸凌事件，而且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，也发现这款儿少网络安全问题，可能致使儿少郁卒病，甚至是自伤。近10年来，英国、美国、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，忧郁还有自我伤害的儿童青少年，大概增加了就是是本来10年前的1.5倍。会不会跟他在网络上面被霸凌私密照外流的这个趋势是一致的，或者是两者之间根本就是存在一个直接的关联性？国卫院透过研究发现，儿少网络性影像外流，或者是受网络霸凌，拢致使儿少郁卒病风险提悬。另外也发现，囡仔使用网络时间长短，参郁卒病风险并无明显的关系。国卫院表示，这显示比起囡仔使用网络的时间，家长对囡仔使用网络的状况爱加关心是更加重要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